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6月12号，公元2017年8月4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社会和谐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座谈会，思政劝阻自焚抗议，藏人活着为西藏事业做出贡献。印度外长表示，在西藏问题上不会与中共进行妥善交易。司政洛桑桑格表示，都克兰的侵略行为是中国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症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正在拉达克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7月27号上午出席了拉达克首府列城中央佛教研究所召开的“社会和谐是世界和平的基础”为主题的座谈会。尊者达赖喇嘛在座谈会上致辞时表示，过去已属于历史了，现在我们必须展望未来。一般而言，21世纪初的世界比20世纪更好，这是因为人们厌恶暴力，极力创造和平。我非常欣赏欧盟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欧洲各国经过数百年的战争，最后决定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自那时起60年来，世界开始盛行和平。尊者继续指出，我们都想过幸福生活，那么我们就要必须学会互相信任和彼此尊重。尊者强调，无论我们有多么强大，我们的生存取决于社区。显然，社区对个人幸福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让别人开心，我们同样也会受到利益。日前，流亡藏人社区又发生一起藏人自焚事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再次呼吁流亡藏人停止自焚，藏人活着为西藏自由事业做出贡献。司政还表示，虽然我们都了解自焚抗议背后的艰难，但我们必须要记住，每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需要活着为我们的正义事业奋斗。我们身处自由国度，我们可以自由地采取一些不同方式来完成我们的使命。600万藏人的生命是可贵的，即便失去一条生命，但对我们来说损失重大。藏人行政中央噶夏一直坚定阻止自焚，尤其是境外藏人，因为境外流亡藏人可以以自由地选择不同方式来抗议中共政府。另外，本月27号，印度外交部长苏什玛·斯瓦拉杰女士在印度国会会议上表示，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政府不会与中共进行妥协交易。外长斯瓦拉杰表示，我们过去讲一个中国政策，也提出阿鲁纳尔切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希望中国能同样认可这一点。我们的政策已经表达得非常明确。斯瓦拉杰女士表示，中共对西藏进行的一系列镇压破坏政策上，我们不会当沉默的旁观者。每当出现不同看法，我们就会提出来。今年年初，达赖喇嘛尊者访问阿邦引起一些争议。外长斯瓦拉杰对此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希望访问达旺，我们允许他那样做，并指出达赖喇嘛在过去曾多次访问过阿邦。他还强调，任何有损印度利益的事，我们都会提出抗议。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日前向新德里汉斯拉伊大学的师生发表演讲时表示，当前中共在都克兰的侵略行为是中国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一个症状，并全力支持印度政府当前的对峙立场。司政洛桑桑格表示，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提到，中国是印度的首要挑战国。同样，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前国防部长也在日前的国会会议上提出同样的问题。司政洛桑桑格还谴责当前中国政府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以及对斯卡伯勒岛的边界入侵越来越明显，同时还对都克兰的入侵也明确表明中国政府试图改变基本事实的这一令人不安的局面。
司政表示，我经常强调，对此印度需要加强警惕，各国政府也需要关注西藏问题，因为当前在中国政府的镇压下，西藏所面临的一切，最终印度也有可能面临同样的遭遇。In bordering Sikkim and Bhutan, that is also a challenge in front of us. As a Tibetan, I can share this. What you see in Doklam is a symptom, because Mao Zedong has said in 1950s, we occupied Tibet. We have to occupy Tibet because Tibet is the palm, and the 5 fingers are Sikkim, Bhutan, Nepal, Arunachal Pradesh, and Ladakh. These are the 5 fingers. Once we get the palm, Tibet, we will extend ourselves to 5 fingers. This was said in 1950s, and what you see now in Doklam is part of that action. So hence, this is a challenge for India as well. 都克兰被中国称为洞朗，印度称为都克兰，位于中国南部、印度东北部西金邦以及不丹的交界地带。中国和不丹在这一区域内有领土纠纷，而印度支持不丹。今年6月中旬开始，因印度阻拦中国在都克兰边境地区修建道路而引发两国边境对峙，这一对峙目前仍在进行中。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